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我係你哋嘅導師阿康。講咗咁耐啦，等我都介紹下自己先。我叫做阿康，九型人格心理諮詢工作室嘅首席認證專業導師，依家亦都係註冊社工。初中嘅時候已經有接觸九型人格噶啦，直到2018年正式向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去拜師學藝。然後經過好多嘅教學經驗同埋人格評估實習，正式就喺2023年得到國際九型人格協會認證嘅專業資格啦。咁我究竟係師承喺邊一度嘅呢？我哋一齊睇下族譜咯。第一代當然就係宗師級嘅人物啦，我嘅太師公 Claudio Naranjo， 佢嘅醫生背景協助佢整合咗九型人格嘅理論喺心理學同病理學嘅概念入面，令到成個學問更加有邏輯同系統。然後去到我師公 Helen Palmer， 一樣都係宗師級嘅導師啦，亦都係國際九型人格協會嘅創始董事嚟㗎。佢熱心於媒體同埋著作入面去推廣九型人格，佢亦都有研究嘅團隊對九型人格同心理學嘅關係咧做咗唔少嘅研究㗎。跟住就到我嘅師傅 Dr. Joseph Lam 啦，佢係九型人格專業學院林家九型嘅創辦人。佢係少有香港有臨床心理學資格嘅認證專業導師嚟㗎。佢嘅教學結合咗唔少心理學同神經學嘅概念，令到九型人格嘅理論同實用性提升到去另一個層次啊！我哋之後嘅內容都會 keep 住提到呢3位嘅導師嘅教學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潛意識呢？我哋先睇睇呢一幅圖，大家見到呢一座冰山。冰山嘅上面，我哋可以叫佢做表意識，講緊嘅就係一啲大家都睇得到嘅嘢，尤其係行為啦。咁行為背後究竟係啲咩嚟嘅呢？呢個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係連當事人都未必知㗎。例如係一啲感受啊、觀點、期待、渴望等等，而呢一啲嘢所有都可以改變㗎，包括表意識同潛意識嘅層面都係。所以我哋會叫呢一啲做性格。你會見到我哋將九型人格放喺冰山嘅下面㗎，咁代表佢係我哋人格嘅部分，去引導我哋每一個人就住佢型號所追求嘅嘢，而選擇性咁樣去揀嘢嚟聽、揀嘢嚟睇、揀嘢嚟記㗎。打個比喻，你睇新聞見到一單火災，你會將個焦點放喺邊度呢？有冇諗過你個型號已經幫咗你去揀嘢嚟聽、睇、記呢？可能有一啲嘅朋友仔會將個焦點放咗喺啲傷者度，覺得佢好慘。但另一個型號嘅朋友呢，可能就會將個焦點放喺突如其來嘅災難入面，諗下要做啲乜嘢充足嘅準備，先可以喺火場入面生還呢咁樣。所以我哋好多時都咁講㗎，我哋教九型人格其實係將個波拋翻俾你哋，因為你唔知自己嘅型號控制住自己，咁發生喺你身上嘅嘢就係命運。但當你知道自己嘅型號點樣控制你嘅時候，點樣回應你所見到嘅嘢，就係你嘅選擇啦。我哋先睇睇九型人格有啲乜嘢不變嘅定律先。Dr. Lam 發現原來九型人格同先天生理結構咧係好有關係㗎，因為九型人格嘅9個型號係同脾性理論入面嘅9個先天兒童特質嘅評分指標係有互通嘅關係㗎噃。呢個部分我哋會喺第5期嘅時候再詳細解釋嘅。喺呢度我哋至少會知道九型人格係同先天生理有住重要嘅關係先。所以型號係先天嘅，一出世就決定咗㗎啦。所以一啲勁嘅導師係可以做到小朋友嘅人格評估㗎。另外就係唯一型號只有一個，冇膽拖複式膽，唔會好似出面嗰啲咁講乜嘢幾多 percent 係咩型號，幾多 percent 係另一個型號之類。最後就係不變啦。就算之後我哋第7期會講到心理狀態嘅變化都好啦，嗰個型號都係唔會變㗎，只係會有一啲行為上嘅改變嘅啫。然後下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智慧中心啦。智慧中心嘅概念可以再深入少少去演繹嘅，不過我哋就會留翻第3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得詳細啲。不過因為呢個基礎嘅概念好重要，所以我哋喺第1期已經會簡單講少少先噶啦。
智慧中心係會分為情感、思考、行動3種嘅。智慧中心係講緊接收外界信息嘅方式，籠統啲咁講啦。5、6、7呢就係用邏輯、思維、分析嚟理解呢一個世界，但唔代表佢理性㗎吓。今次我哋會先介紹一個新嘅名詞，追求。呢個唔係任何宗師或者我老師嘅教學方式嚟㗎，純粹係我喺教學同輔導工作入面整合出嚟嘅一個系統，由第1期至到第7期都會 keep 住用到㗎。不過大家記住，每個導師都有屬於佢嘅教學模式，唔好見其他導師唔係好似我咁樣教呢，就話人哋錯。我純粹係想用一套易記、有邏輯、有系統嘅方式嚟教大家嘅啫。咁首先，乜嘢係追求呢？追求即係嗰個型號嘅慾望、注意力投放嘅位置。不過留意，我哋嘅學習係受制於我哋嘅語言噶。例如7號追求快樂，咁人人都想快樂噶啦，但其實背後嘅意義係有一啲複雜性噶，唔係就咁快樂2個字就解釋到嘅。9個型號嘅追求背後嘅意思會喺第2期同第5期嘅時候再同大家慢慢解釋噶。另外，追求係不變嘅，即使之後會提到一啲心理狀態變化而令到型號嘅行為改變，我哋啱啱所提過嘅追求都係唔會變嘅。呢一種追求係隱藏住喺我哋嘅潛意識層面噶，大家係唔容易察覺到噶。嚟緊我就會用一啲具體啲嘅形象去比喻唔同型號嘅心態，等大家可以簡單啲咁去了解唔同型號嘅基礎概念。跟住就到9號啦噃，你睇下呢一張圖，你會諗起啲乜嘢？應該都係會見到一個僧人喺度打坐啦。冇錯，我哋係會用僧人嘅心態嚟形容9號噶。僧人係點嘅呢？唔需要咁執着，要嚟嘅自然嚟，要去嘅自然去，唔嚟嘅強求都冇用，唔好為聽日嘅嘢而憂慮啦。上天自有安排。9號就係用呢一種嘅心態嚟追求存在嘅感覺。9號自細就好敏感，自己嘅需要同存在係會被忽略噶，所以一般嚟講呢，都會逐漸將自己嘅喜惡同立場呢隱藏起嚟，取而代之嘅就係融入其他人嘅立場啦，包括融入他人、融入社群，甚至融入興趣、融入物件都得噶。咁就唔使將太多注意力放喺自己啦，麻醉翻自己被忽略嘅感覺。邏輯時間啦。諗下一個以僧人心態嚟理解呢一個世界，天生就敏感，點樣去融入其他人？佢嘅形象會係點呢？俾人嘅感覺又會係點呢？5秒鐘諗下。等我哋睇睇香港嘅名人代表先。9號嘅僧人心態意味住一種寬容同放棄嘅感覺，所以你會發現9號嘅外表呢都係非常之慈祥噶。同時佢哋會用唔同嘅習慣嚟麻醉自己不被重視嘅感覺，其中食嘢就係一個好常見嘅方法啦。再加上連自己嘅外表都有半放棄嘅狀態，所以唔少嘅9號咧都會偏向有少少肥嘅，要等到病或者抑鬱嘅時候先會明顯見得翻佢哋瘦嘅一面噶。第一位就係演員秦王啦，神態慈祥，和藹可親，肥肥地咁樣。另一位就係前特首董建華先生啦，神態都好似一位慈祥老人咁樣，唔會覺得太難接觸嘅。再嚟一位就係商界嘅代表，打工皇帝霍建寧先生啦，神態一樣都係和藹可親，好易相處咁。再嚟一位就係演員鄭則仕先生，神態都係非常之有親和力噶。佢扮演智障人士肥貓嘅時候，更加係家傳戶曉添。女性嘅代表呢，就有細細粒啦，神態俾大家都會見到9號原來都可以有搞笑嘅一面嘅噃。最後一位就係歌手呂方先生啦，大家可以睇翻佢瘦咗嘅版本，眼神都係比較人畜無害嘅，唔會太覺得佢有啲乜嘢企圖。唔理係男定女，9號都會傾向有慈祥同仁慈嘅一面噶，好容易相處同接近咁樣，眼神亦都係好友善嘅。喺佢嘅神態入面，
已經可以感受到佢哋內心嘅嗰一股自我遺忘啊。所以如果你見到一個人成日同你講冇所謂啦，諸如此類，但實際上係好多意見，充滿住對抗性嘅，又唔怕同人嘈交，咁佢係9號嘅機會呢就非常之低啦。等我哋又睇睇宗師 Helen Palmer 嘅9號例子啦。今次9號嘅例子，相信大家可能都會識啲。第一位就係導演 Alfred Hitchcock， 我哋可以見到佢神態搞笑又慈祥嘅一面㗎噃。跟住就係廚師兼煮食節目嘅主持 Julia Child 啦，神態依舊都係慈祥，你見到仲有啲喜感添。跟住介紹另一位瘦翻啲嘅9號，佢係建築師 Buckminster Fuller， 即使瘦翻啲都好啦，佢都係俾人哋一種慈祥老人嘅感覺嘅。最後一位就係男高音 Luciano Barbarotti， 神態都係好有親和力噶。即使我哋唔係太識佢哋都好，不過相信大家都可以喺佢嘅氣場入面感受得到佢哋嗰一股慈祥同埋親和力啦。所以你會發現9號嘅表現好似都係好和諧咁樣，不過其實佢哋嘅變化都可以好大噶，因為佢哋會慢慢融入身邊嘅人噶。變相行為上乜嘢型號都會有啲似㗎噃，呢個就係9號嘅基本概念啦。所以希望大家喺呢一期都可以有新嘅覺悟，發現到我哋都係唔一樣嘅。唔知你有冇試過人生覺得冇乜目標、冇乜意義呢？我諗大家都唔反對，如果想有一個有目標同意義嘅人生，咁就應該將上天賜俾你嘅力量盡情咁去發揮。你擅長嘅嘢就想辦法做多啲，唔擅長嘅嘢就做少啲。第一期嘅內容其實俾你知道，我哋每個人都係唔一樣嘅，都有屬於自己嘅一個方向。就好似每一個型號都有佢為世界作出貢獻嘅方式。喺呢度我想引用聖經耶利米書1章5節嘅內容，佢係咁講噶：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我已派你作列國的先知。神創造我哋每一個都有佢嘅心意，唔會有人係冇用噶。神為你嘅人生定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唔係你出世嗰陣時開始噶，而係早喺你出世之前就開始噶啦。就好似型號喺母腹嘅時候已經決定咗。最精彩嘅係神點樣去塑造你嘅型號。咁你就會知道佢想你點樣去貢獻呢個世界。換句話說，若果你想知道自己應該點樣過你嘅一生，你就應該仔細同深入咁去觀察自己，觀察神點樣去塑造你，即係揾翻你嘅型號，你嘅原廠設定，你未俾呢個世界嘅邪惡所污染嘅嗰一個你。第一期第3部分嘅891就去到呢一度啦。